从小我就对中国充满了向往，从《三国演义》的英雄传说到《西游记》的神话故事，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深深吸引着我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不仅对这些古老的故事着迷，也开始对中国的当代发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我发现中国不仅拥有悠久的文明历史，还在现代科技、交通和经济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。我渴望亲眼看看这个融合了传统与现代的国家，并希望通过留学去深入它的方方面面。我期待能亲自去体验那里的美食、节日、习俗，以及变化万千的城市和风景。为了实现这个梦想，我知道必须付出更多的努力。首先，写好中文是必不可少的。于是我开始学习汉语，通过书本和网络去了解中国。第一次来中国时，我满怀期待，也意识到自己将面对许多新的挑战。但真正踏上这片土地时，文化的冲击让我感到惊讶。刚下飞机，我就注意到语言是第一个巨大的障碍。在中国的语言环境中，快速的语速、不同的方言以及特有的表达方式，让我一开始很难跟上。记得有一次我在贵州点餐，本以为自己练了好几遍普通话能够应付，结果服务员还是没听懂我的意思，不得不通过手势和翻译软件来交流。那一刻，我意识到真正的沟通还需要更多的实践和适应。除了语言，饮食文化的差异也让我印象深刻。在中国，我尝到了许多我没见过的食材，比如辣椒。我是个不太能吃辣的人，每次吃饭都被辣得流眼泪。还有一次，我无意间点了一道内脏类的菜品，这在我的国家并不常见，当时让我感到有些不适。不过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慢慢学会了适应，并喜欢上了中国菜的多样性和独特的风味。在贵州留学期间，我了解到中国文化中的和谐与尊重非常重要，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学术讨论中，人与人之间都非常礼貌和谦逊。我还感受到中国发展的速度、智能交通、移动支付等等早已融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。有一次，我在贵阳坐高铁去一个小镇，不到40分钟就到了。小镇让我很惊讶，交通方便，网速很快，坐车、买东西都能手机支付，非常便捷。中国，一个让我看到充满活力与未来感的国家。